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晚安。今日係為宏福苑火災悼念求恩彌撒。2025年11月26日，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火災，釀成多人死傷，無數家園被毀。按照宗徒若望記載，耶穌面臨自己嘅苦難前，安慰佢心愛嘅門徒，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今日，香港教區8個總鐸區喺主內同心同德舉行悼念求恩彌撒，為離世嘅肢體懇求天主仁慈，祈求上主恩賜亡者安息，同時撫慰我哋眾人，懷着對天主嘅望德，走出傷痛，繼續人生旅程。12月12日，教會紀念瓜達盧佩聖母。聖母曾5次顯現，並喺最後一次顯現時說過：不要使任何的事情來煩擾你，也不要怕任何的疾病、災禍和痛苦。我在這裏，不是你的母親嗎？我們皆同母親一起祈禱。昔日，聖母喺十字架下守護耶穌，今日亦都同樣安慰我哋，擦乾我哋嘅眼淚，同我哋一齊祈禱，期待上主嘅救援。彌撒即將開始，請大家收斂心神，關掉手提電話或者轉為鎮機模式。祝大家主內平安。請起立，進台詠頌恩第505首，主耶穌來吧。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慈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晚安。晚安。2個禮拜之前呢，周書記夏主教就呼籲每個地區即舉行一台追思彌撒，或者一啲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大埔宏福園火追個悼念彌撒。今日我哋一齊聚集，我哋舉行呢台彌撒啦。咁我哋東道區嘅司讀聚會呢，我哋都決定就係喺我哋嘅區裏面最大嘅聖堂就係 CKC 基督君王小堂。咁修女聖保祿修女嘅合作，我哋今日喺呢度舉行呢台彌撒，亦都我哋道區裏面嘅神父、執事同埋教區嘅神父、修會嘅神父都一齊參與今日嘅彌撒。其實我哋之中冇一個人諗過係大埔個火災嘅事令到我哋咁心痛。佢哋就係無辜嘅犧牲者。天主點解俾我哋咁大嘅挑戰，令到我哋喺個信仰當中點樣我哋要面對同埋點樣克服呢種心靈上嘅挑戰困難呢？今日我哋除咗為犧牲者祈禱之外，我哋自己都要反思我哋嘅思言行為，我哋求天主嘅恩寵，佢嘅引導，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我哋能夠活出信徒嘅嗰種使命。同時，我哋今日我哋舉行瓜達盧佩聖母嘅紀念日。聖母顯現嘅時候，佢好重視人嘅生命，佢同人講唔好怕，因為我同你哋一齊，我會保護你哋，就唔好怕人嘅疾病、災難同埋痛苦。我哋心裏面記住聖母嘅說話，我哋求天主佢嘅轉求，亦都同佢一齊行呢個信仰嘅路。特別今日我哋為我哋嘅兄弟姊妹，個火災令到受害嘅所有嘅人祈禱。咁首先省察自己嘅思言行為，我哋求天主嘅寬恕同埋慈悲。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阿們。
請大家祈禱。天主，極仁慈的大父，你將你嘅子民託付喺你聖子母親嘅特別照顧，求你使所有呼求瓜達盧佩聖母的人，能夠以活潑嘅信德，喺正義同和平嘅道路上努力追求民族嘅進步。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你及聖神係為天主永生永王。阿們。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那時候，上主又對亞哈次說：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徵兆吧，或求諸陰府深處，或求諸上天高處。亞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依撒意亞說：達味的家族，你們聽吧！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上主的話。感謝天主。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頭因天主而高仰。我可開口嘲笑我的敵人，因為我喜樂於你的救助。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壯士的弓已被折斷，衰弱者反而力量倍增。曾享飽飫的，今傭工求食；曾受飢餓的，今無須勞役。不孕的生了7子，多產者反而生育停頓。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上主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降入陰府，也將人由陰府提出。上主使人窮，也使人富；貶抑人，也舉揚人。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上主由塵埃中提拔卑賤者，從糞土中高舉貧窮者，使他與王侯同席，承受光榮座位。大地的支柱原屬上主，支柱上奠定了世界。我從心裏喜樂於上主，我的救主。福音前歡呼。
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們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路加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入匝加利亞的家，就向依撒伯爾請安。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胎兒就在她腹中歡躍。依撒伯爾於是充滿了聖神，高聲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裏，這是我哪裏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他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瑪利亞於是說：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香港教區唔同嘅總舵區都為一個意向，我哋一齊舉行彌撒，我哋一齊祈禱。主要就係為咗過去一段日子喺大埔宏福苑遇害嘅遇難嘅兄弟姊妹，我哋奉獻彌撒，去為一切逝去嘅兄弟姊妹祈禱，祈求天主嘅眷顧。不過唔能夠只係停留喺呢一度，因為有好多兄弟姊妹，佢唔係遇害，但係佢受傷，身體上受傷，心靈上受傷。同樣，我哋都要喺呢台彌撒嘅當中為佢哋祈禱，求天主嘅治癒。時時都唔係一個地區嘅痛苦，係全香港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兄弟姊妹內心都有呢份嘅痛苦。喺將臨期，喺瓜達魯佩聖母嘅瞻禮，讓我哋一齊喺聖祭嘅當中祈禱，求天主都治癒你同我，因為路要繼續行。我哋依然係希望嘅朝聖者。咁經過咗星期一本教區慶祝主保瞻禮，我哋知道我哋唔止係希望嘅朝聖者，為我哋香港開教185週年，成立教區80週年，我哋都係希望嘅傳承者。要將呢一份嘅希望係源於耶穌基督嘅希望，源於真理嘅希望。首先治癒我哋，充滿我哋，讓我哋能夠帶住呢一份嚟自耶穌基督嘅希望，
四處宣講生命嘅福音。今日係 Guadalupe 聖母嘅瞻禮，我哋知道喺呢一個瞻禮，神聖嘅教會時時都呼籲信眾為一眾嘅生命祈禱，唔止係為有血有肉會行會走係做緊嘢服務緊或者受緊苦嘅人，更加喺 Guadalupe 聖母嘅瞻禮，我哋更加去為已經在腹中受孕嘅嬰孩，我哋都要去祈禱。呢個係源於神聖教會對生命嗰份嘅重視，生命嚟自天主係寶貴嘅，所以為我哋十分之重視。重視唔係只係重視兩個字生命，重視生命係提醒我哋點樣去活啊！咁啊，為我哋港島東總舵區，我哋總舵係金庸在神父。咁啊，今日去主禮，其實都應該要講道理嚇。不過佢哋就揀咗我出嚟講道理。咁啊，我講完呢篇道理，大概你就知點解啊嚇。咁啊，肯定唔係佢哋整蠱我難為我，都係樞機同阿主教，因為嗰日開總舵會議，佢兩位老人家都在場。今日我要出嚟講道理，係源於我作為一個香港教區嘅神父，喺過去呢一個咁痛苦嘅時候，我有少少嘅經歷。可能呢個經歷你同我都一樣。一個神父呢，時時都要講嘢，應該要講嘅時候又講，有陣時唔應該講嘅時候都繼續講，時間過晒又唔停咁講。但係仲記得喺大火嗰一日，第一日好震驚。咁而家網絡嘅時代，咁好輕易、好快脆就將一個祈禱嘅信息、一個意向放咗上堂區嘅網頁啦。大家就為呢件事祈禱，希望傷亡減到最低。但係結果，天主俾個挑戰我哋，原來係咁大嘅。第二朝瞓醒，個火都仲未停。香港人開始喺嗰個漫長嘅煎熬嘅當中，我作為一個神父，唔知講咩好啊，唔知講乜嘢。咁啊，老老實實，其實唔止係唔知講乜嘢，係直頭唔想講嘢。呢個十字架太重，嗰一日唔想講嘢，不如就請耶穌親自嚟同我哋講。嗰朝早我就請咗聖體出嚟，亦都通知所有嘅教友，我哋由朝早11點到晚上9點，我哋明供聖體。我哋喺聖體前去祈禱，其實係去到聖體前，讓耶穌親自去説話，因為嗰種憂心已經唔想再講嘢啦。聖體請咗出嚟之後，其實唔同堂區嘅兄弟姊妹都陸續嚟到啊。通常嗰一日大家都要返工返學，咁啊按住我哋羅馬天主教會信友嘅習慣，如果間聖堂好寬敞，又唔係好似而家咁坐滿人，通常啲人嚟到都各據一方㗎嗬。有啲係坐呢度，有啲係坐呢度。耶穌親自去説話，你見到各據一方跪喺度親近天主祈禱嘅人，你睇到佢哋嘅表情，你睇到佢哋嘅動靜，你睇到佢哋抹眼淚，你知道天主已經喺度做緊嘢。為我喺香港教區做一個神父，一直以嚟都陪伴住香港嘅兄弟姊妹行人生嘅路。
好多時路都好難行，未試過好似今次呢件事咁難行到唔想講嘢。不過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當人收聲嘅時候，天主就開口啦。唔再係某一個好出色嘅主教、好有口才嘅神父、好熱心嘅修女去做呢一個傳信嘅角色，而係耶穌基督自己親自向佢所愛嘅天主子民親自去發言。上主嘅說話觸動人心，治癒人心。我哋唔會明點解喺禧年天主俾一個咁大嘅挑戰我哋，但係我哋只能夠信喺呢個挑戰嘅當中，天主總有佢嘅計劃，治癒人嘅心。原來你嘅心同我嘅心都需要去治癒，特別喺最痛苦嘅時候，讓耶穌基督親自去觸摸我哋心靈嘅深處，讓我哋喺主嘅臨在嘅當中，唔止喺呢件事上邊受嘅創傷要被治癒，更加我哋一生好多嘅經驗、好多嘅經歷，曾經受過嘅創傷，都藉住今次呢一件事，讓天主親自去撫平。為我哋作為一個天主教徒，特別每一個道理班嘅導師、修女都會講嘅，天主透過有形嘅標記賜予無形嘅恩寵，我哋係咁解釋聖事啊！但係恩寵又好奇怪哦，天主會賜俾我哋無形嘅恩寵，但係好多時我哋親眼睇見有形可見嘅果實。喺呢一個治癒嘅過程，喺呢個療癒嘅過程，當每一個人嘅心靈開始嘗試被天主治癒，喺我哋嘅行動嘅當中、生活嘅當中，都總會結出有形可見嘅果實。所以我哋睇到有好多兄弟姊妹喺過去就係最悲痛嘅時候，但係同時亦都做出最感人嘅回應。呢個係天主喺我哋嘅當中，讓我哋作為呢一個時代嘅人，我哋有陣時慨嘆人情子咁薄，但係就正正喺呢2-3個星期，我哋感受到香港人嘅人情真係唔薄啊，厚得很。為我哋作為天主子民，我哋更加要繼續讓呢一個源於無形嘅恩寵結出有形嘅果實，繼續讓我哋去為福音、為愛去作證。所以今日我哋除咗為亡者祈禱、為傷者祈禱，更加要為自己祈禱。特別喺瓜達魯佩聖母嘅瞻禮，一個重視生命嘅瞻禮，為你同我經過咗咁多之後，對生命、對未來係唔係仍然保持住一份信念、一份積極嘅態度，希望嘅朝聖者啊，讓天主撫平我哋內心嘅痛苦，加增我哋力量同恩寵，讓我哋繼續去履行愛嘅使者。愛嘅使者唔係淨係得把口講啊，要有行動。剛剛我哋聽到嘅福音係聖母往見聖父依撒伯爾，聖母瑪利亞帶住仍然在腹中嘅耶穌，探望表姐依撒伯爾。依撒伯爾腹中嘅洗者若翰，因為天主之母嘅駕臨不得了啊！帶住耶穌嘅聖母瑪利亞去到表姐依撒伯爾嘅家中，奇妙嘅事就發生，希望就發生，喜樂就臨現啦！而家呢個時期，好多香港人都去討論繼唔繼續慶祝聖誕佳節，睇下點慶祝啦。如果聖誕佳節
係帶俾人平安，帶俾人生命，帶俾人離開黑暗進到光明，帶俾人離開冰冷，重新去感受到天主嗰份大愛。咁其實唔係淨係準備聖誕節，日日都需要啊！求天主透過今日嘅彌撒聖祭，藉住今日嘅聖言，藉住一班神父執事教友一齊喺基督君王小堂嘅祈禱，求天主治癒我哋嘅心。我哋都要好似聖母媽媽一樣，我哋腹中要懷有耶穌。將臨期第一個階段係等待主嘅再來，但係好快又踏入將臨期聖誕前嘅9日敬禮厄馬奴耳啊！我哋準備我哋內心嘅馬槽，迎接基督聖嬰嘅降誕，再一次讓呢一件發生咗2000幾年嘅事，重新喺我哋嘅心靈嘅深處，基督嬰孩孕育啊！基督嬰孩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同我哋合而為一。我哋好似天上嘅母親一樣，帶住呢一個嬰孩耶穌，到處宣講，到處服務，到處去繼續去見證生命嘅希望。你同我的而且確係一位希望嘅朝聖者。有眼淚嘅唔需要停止，唔再流，可以繼續流，但係唔好永遠停留喺嗰一份源於絕望同冇希望嘅哀傷，讓生命嘅耶穌基督轉化我哋嘅心，讓我哋嘅內心時時都知道，我哋係帶住嬰孩耶穌到處宣講嘅一群。你同我都係喺黑暗，都係喺絕望嘅當中，繼續去宣講生命嘅福音。天主保佑。奉獻詠頌恩第223首呈奉。
請起立。親愛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住那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上主，請悅納呢啲禮品，並且以你嘅德能，使呢個禮品成為救恩嘅聖事。藉此獻禮，聖祖們嘅祭獻已經完成，因為呢啲祭品所預告嘅真正羔羊已經被獻上。佢就係由出世童貞瑪利亞以不可以言喻嘅方式所生嘅耶穌基督，你嘅聖子。佢係天主永生永王。阿們。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請眾感謝住我們的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們藉着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基督第一次來臨嘅時候，除咗我哋卑微嘅身體，完成你預定嘅計劃，為我哋開闢咗邁向永生嘅途徑，使我哋喺佢第二次光榮咁樣來臨嘅時候，終於能夠獲得我哋日夜期待、唔敢希求嘅恩許。為此，我哋隨同天使、眾靈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同埋全體天軍，歌頌你嘅光榮，不停地歡呼。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祝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又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而赦免罪惡。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
信德的可者。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們得罪你台前侍奉你。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我們的教宗良14世，我們的主教周守仁書記，所有嘅主教及全體聖職人員，使大家在德中日趨完善。求你也垂念我們的兄弟姊妹，他們為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享見你聖容的光輝。求你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遇天主之母同貞永福瑪利亞，他的正輩聖若瑟，諸聖宗徒，以及歷代後我哋的全體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着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頭先溫神父講到嘅時候都好強調我哋嘅生命，生命其實係天主俾我哋嘅最珍貴嘅禮物。咁我哋嘅兄弟姊妹，其實喺大埔火災嘅時候離開呢個世界嘅人、受傷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唔係淨係身體上嘅事蹟啦，可能心靈上可能佢哋受到更大嘅衝擊、苦難、心痛、悲哀。但係今日我哋喺呢度，大家一齊相聚，以一個意向，我哋奉獻自己。其實個意向就係我哋再多一次明白喺天主嘅愛裏面，生命咁珍貴嘅嘢，亦都我哋要保持生命。我哋知道真正嘅信德係乜嘢，我哋以信德為佢哋祈禱。呢個祈禱令到佢哋受傷者啦，同埋佢哋嘅家人啦，特別離開呢個世界嘅亡者，會得到一種安慰同埋佢哋嘅鼓勵支持。我哋喺心裏面記住，我哋每一次參與彌撒嘅時候，都提醒自己，其實
天主俾我哋咁重要嘅使命，就係保護生命、堅持信德。我哋無論邊一個都同佢哋一齊，我哋能夠活出天主嘅愛同埋佢嘅生命。我哋一齊詠唱天主經。上主，我們期待着永生的幸福，我救主耶穌的來臨。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今世平安，使我們仰賴你的仁慈，永久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按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誠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們。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祝大家平安。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來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由神領聖體經。我的耶穌，我真心傳信你在聖體聖事內，我愛你超過一切，我渴望領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你，請賞我至少神領你的恩典吧。我擁抱你，完全與你結合，像你實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樣，別再讓我與你分離吧。聖母瑪利亞，上天主為天使，常在生日揮秋茂，靠你種克聖庇佑，結束此世樂與愁，正待列聖庇佑。大聖若瑟，聖若翰，復活的希望努力有，寄託那天國春秋，提入谷裏祝福後，滅罪和確自由。聖伯多祿，聖保祿，患難相助貪欲酬，敬愛困苦客歡心，學擊解困累沒留，無意行持助佑。
聖安得勒。聖仰望，愉悅喜樂心大能，救世基督已犧牲。獻身苦家屬世人，實現共結約盟。主聖宗徒，主聖殉道者，腐敗朽壞變屬神，奧秘迅速會發生，至少莫遲延愛恨，復活論次最行。聖馬達勒納，聖奧斯丁，恨無個慌亂意茫茫，信仰那普世真光，永生光照像厚望，夜盡白晝護航。聖德肋撒，聖瑪加利大，末日向後怕召喚，期盼見審判之官，救主天使落美
完善上帝叫喚。众我诸位聖人，上天諸位聖人，善目歡度上路途，戰勝那陰暗險道，未走皆現日將好，木匠大愛記號。將來天父救贖能，愛説彰顯救人，賜福社去善信運，到明直到永恆。請大家祈禱。上主，我們的天主，但願我們所領的聖事喺我們身上顯示你的仁慈。你既是我們為着信德紀念你聖子的母親，求你亦都因你聖子的降生拯救我們。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們。大家請坐，坐一陣啦。講福之前，我講下幾句啦。首先呢，我哋即係咁多，我哋東舵區嘅8間聖堂教友一齊參與今日嘅彌撒。咁我哋首先感謝天主啦。你哋嚟呢度其實都係天主嘅佢嘅引導，佢嘅召叫嚟呢度參與今日嘅彌撒。星期五夜晚，可能有好多人都有已經即係自己嘅嗰啲個工作上嘅嘢，或者嗰啲約時間見人啦、食嘢啦，樣樣都有嘅。不過今日我哋大家一齊相聚，我哋舉行咗呢一對神聖嘅彌撒。同時，我感謝聖保祿修女會，佢哋俾我哋好似臨時臨急咁樣，都準備咗呢對彌撒，我大家都好舒服咁樣參與咗啦。咁第三呢，我就感謝溫神父，主教請溫神父講道，咁啊呢個可能最適合最啱嘅選擇，溫神父同大家分享咗，俾我哋個心靈上嘅安慰。其實呢個時刻，我哋需要嘅就係我哋互相支持、鼓勵、互相安慰，令到我哋都即係感受到，雖然我哋面對緊咁大嘅困難，嗰種心痛，但係天主仍然喺我哋中間。天主嘅工具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互相支持、鼓勵、安慰嘅時候，我哋能夠得到信仰呢，其實活生生嘅，就唔係話有火災，跟我哋嘅信仰都已經好似消滅咗咁，絕對唔係咁。我哋再多一次地即係了解到，即係提升自己，我哋應該亦都我哋願意活出我哋嘅信德，令到我哋身邊嘅人，特別大埔火災嘅受害者，我哋未必直接
見佢哋、接觸佢哋，但係我哋以祈禱嘅認識，我哋可以表達我哋對佢哋嘅愛同埋支持、關心，我哋要繼續會做落去嘅。亦都今日我哋每間堂區嘅嗰啲就係幹事團都幫手，就係宣傳下今日有呢套彌撒，咁多人一齊嚟嘅，咁我感謝大家，你哋嘅來臨，你哋嘅支持。今日開始到聖誕節個子夜彌撒呢，就係12日咁上下嘅時間。我哋每日參與彌撒嘅時候，除咗我哋準備迎接耶穌基督嘅誕生之外呢，我哋特別為我哋嘅鄰居，大家都香港人，我哋大埔火災嘅受害者祈禱，啲特別意向為佢哋祈禱。我哋領聖體嘅時候，都為佢哋領聖體。我哋領咗聖體之後，嗰種恩寵就奉獻俾佢哋。雖然佢哋可能有啲未認識天主，但係我哋嘅祈禱，我哋嘅奉獻，令到佢哋得到天主嘅安慰。我希望大家都記住呢樣嘢，同大家一齊，我哋做一個愛德嘅先鋒。我哋再多一次感受真真正正嚟到呢個世界嘅天主，其實喺我哋中間已經喺度，佢會陪伴我哋一齊行人生嘅路、信仰嘅路流。主佑大家，我感謝大家，亦都我哋就共濟嘅神父執事，大家好感謝。咁我請神父一齊降福你哋，請大家起立。哦，好啊，唔好意思啊，係啦，我呢嚟咗香港之後，第一次咁多神父共濟嘅時候，我主持呢個彌撒，其實好緊張㗎。所以我唔知佢而家講緊乜嘢都唔清楚。我哋冇呢張字呢都唔緊要，我哋一齊就聽，一齊祈禱，為宏福苑居民祈禱，我哋一齊念啊！好啦，慈悲的主，我們為受火災困擾的大埔宏福苑居民祈禱，懇切求你施恩，憐憫所有亡者，賜他們安息。懇求你醫治所有傷者，讓他們在痛苦中得到你安慰。懇求你撫慰所有災民，讓他們哀傷過後重新振作。我們在災難前相當軟弱無力，求你憐憫我們，親自撫平我們受傷的心靈，拭去眾人的眼淚，陪伴我們在黑暗中靜待你的救援。願瑪利亞為眾孩子的祈禱上達於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我共濟神父一齊降福你哋，願主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請大家平安回去，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頌恩第8首聖母經。